千年秋色一情盡攬，翠明假期帶領走入中原絕色秋季，沉浸一年一度開封清明上河園嘅菊花海中，重現北宋盛世繁華，直擊世界最大黃色瀑布壺口瀑布嘅磅礴氣勢，漫步洛陽龍門石窟，感受千年石刻藝術嘅巔峰。旅程仲有特別安排參觀鄭州蜜雪冰城總部，打卡現代商業奇蹟，走入太行明珠輝縣萬仙山，探秘絕壁長廊掛壁公路，驚嘆人手開鑿嘅奇蹟；到晉城司徒小鎮看一場吉尼斯世界紀錄的打鐵花表演，體驗5000年民族風情，感受地道山西熱鬧。商朝前期都邑寶都新象 City Walk 慢活探索，入住國際頂級5星酒店鄭州丹尼斯洲際酒店、洛陽萬豪酒店，舒適奢華，一夜好眠。美食方面，米芝蓮推薦遠洋私廚。文會雅宴，上陽宮主題文化餐，每一餐都係享受。翠明假期，問鼎中原絕色秋景。CX 直航往返，僅辦3團。出發日期2026年10月10號、24號、31號，一齊飛去河南、山西、賞菊、觀瀑、問禪，品味人生。